香港朋友注意啦，內地又有新消息，你手上這張回鄉證，原來隱藏住好多你不知道的便利。很多香港朋友只知道回鄉證可以往返內地，但其實持有回鄉證之後，在深圳生活還有更多相關福利。其中最多香港朋友關注的就是深圳醫保。現在參加深圳醫保，一年費用大約538元，平均每個月只需要47蚊左右。有了深圳醫保之後，在深圳公立醫院睇病、住院，符合醫保規定的醫療費用，可以按照相關政策進行報銷。其中住院醫療費用，符合條件情況下，報銷比例最高可達90%，大大減輕看病壓力。對於經常往返深圳、計劃北上生活或者想享受內地醫療便利的香港朋友來說，這項保障非常值得了解。另外，持相關證件後，在深圳居住、社保、養老、交通等方面，也可以享受更多便利。想知道自己符不符合申請條件？留言或者私信66，我教你了解辦理流程。